我要演牌。出老千啊你啊！这是我的好朋友 Tyson。Come on, old man, let's play. 咏春，黄叔叔。这次你肯定跑不掉了，小瘪三。上次家伙被你抢走了，那是意外。今天拉斯维加斯的账必须算清楚。哦呦，杨帅哥，驴子！你倒别说这个旧金山的九曲花街，哎，蛮有味道的，还真的蛮……呀，怎么又是你了，法国赌神啊！皮年松啊，你怎么老是跟着我狗皮膏药你啊？甩不掉了！我都跟你讲了呀，钱不会还给你的呀，干什么啦？上次没有发挥好，今天一定要给你再来一局。今天我再输给你，我就再也不会找你。那谁要跟你再来一次呢？天天跟你来一次了，你连着输给我2趟了，还要怎么样了？我没空跟你来一次啊，我要带2个小朋友玩了。我不是在跟你商量，你要不愿意的话，我会一直跟着你。哎呀，你这个法国主席真的烦死了！那说好了，这次我跟你再来一次，输给我了，你就再也不能来烦我了啊！好，我法国赌神一向说到做到。哎，法国赌神，你不是要跟我打牌吗？你把我这个拳击馆来干什么了？这是我的好朋友 Tyson， 他咬耳朵很厉害。今天你要是输给我，就得跟我的好朋友 Tyson 打一场拳击赛。怎么样？现在还钱还来得及，现在害怕还来得及。哈哈哈哈哈 ！Come on, old man, let's play. 哎呦，泰森你都认识的？哎呦，法国主神你倒有点东西的啊！泰森我是你偶像啊，不是泰森我是你粉丝。法国主神来就来啊！好了，速战速决，我还怕你了，今天我就再赢你一次。我要演牌。你丫是有13点的，你验牌上瘾了，自己的牌还要验什么了？真的搞不懂，真家伙了。牌没有问题，今天我们比大小，谁抽的大谁就赢。我就喜欢你这么爽气，比大小就比大小，来。拉开一张，今天手气还不错了。你要么抽到2，要么抽到 S， 压力大不大？法国赌神有什么压力？小二哥，我是 S， 你输了啊？你手气这么臭的一个人，一抽就抽到 S 啊！我都不相信了，我也要验牌。把牌拿过来，我看。你那个解释的，你看啊，一副牌里面全是老 K 啊！你让 A24前放好的，你出老千啊你！你这个法国赌神哎呦皮的！哈哈哈，没人说过不能出老千，愿赌服输，把钱还给我，这事就这么算了。滚犊子情况一样的事，你出老千谁还给你钱？谁跟你玩？再见啊！再见啊！不要再来找我。谁让你走了？你和我的好兄弟泰森还有场拳击赛没有打，看来这一战在所难免了，只能用出我的独门秘籍了。咏春，黄叔叔，尝试切他中路，黄叔叔。为什么要逼我？泰森也不过如此，菜就多练。我那个刀，我那个咏春拳，溜溜球。法国赌神，拳击赛我也打完了，还要不要找我还钱啦？啊，要不要走呀？法国赌神人呢？跑了已经，跑这么快？